不用跟他解释去。2年前就分手的前男友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而且还那么装。小猪，我让你买的酸奶。路过的时候看到有灯光，所以打扰了。不用跟他解释去。 2年前就分手的前男友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而且还那么装。静静，我刚刚怎么在楼下看见？于老师，他怎么能上来啊？电梯指纹不是都已经删除了吗？可是还有密码呀。本来密码也改过了，但是你老是忘记新的，就又改了回来。那你帮我去物业再改一遍吧，改成1316。这是什么？ 至今为止我最好的战绩，13-1-6，放心吧，我不会忘记的。嗯。今天是不是有点奇怪啊？怎么了？失散多年的前男友和前女友啊。 都同时出现了。我跟他在一起大半年，有一天他忽然跟我说，他家里人不喜欢我这个职业的，他希望我退出娱乐圈，然后他再跟家里人讲。那我就说我家里也不喜欢从商的呀，风险又大，而且动不动就破产，要不你先辞职呗，不然我家里也不会同意的。苏先生其实很有才华。 风评挺好的，你认识他？我大学读金融的，这方面的消息还是会关注一下。那你一定不知道他那么自恋。你呢？我什么？你和夏晴啊，为什么分手啊？ 佩佩跟我说的，他说你们大3的时候在一起的，他经常跟我八卦同学们的事情。你要是不方便，就当我没问啊。没什么不方便，工作的关系，本科毕业以后，我离开了北京，读了航天方向的硕博。原来是异地呀。